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昭惠下晡已经来到台湾，拜三要去前总统李登辉的墓园致意甲悼念。咱友邦巴拉圭8月15日要办总统的就职典礼，咱副总统赖清德会以特使身份参加，中途嘛过境美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讲到最近天气有影咧反常，那台湾甲日本、欧美国家伫咧过去2礼拜内拢是热甲破纪录，就讲伫咧美国加州的西蒙谷就增加56度，也那欧洲国家意大利嘛发布16城市的大热红色警报。气象专家就警告，未来几天欧洲的南部的温度有机会去创下历史的新高。电子显示器显示温度是摄氏56度，边仔要甲显示器翕相的邮件无细力甲手放伫显示器面顶，险互烫伤。极端气候和欧美各国一直出现高温，美国加州西蒙谷16温度降到56度，亚利桑那州是连续17天温度超过43度，和当地居民拢去水上公园生水来消暑。The heat feels like when you preheat the oven and you open it up to stick the food in, that heat coming from the oven is like the same as walking outside of your house. It's basically you're walking into an oven, but 美国德州甲西南部的其他州嘛是极端高温，真一个区气温达到43度，也是更较悬。居民只会当种伫社区游泳池，也是水上公园耍水。那美国、连欧洲嘛是小影真侪天。意大利伫当地16向16个城市发布烧热天气红色警报，包括民众有感受到气温比往年更较悬。气象专家嘛警告，未来几天南欧温度会创下历史新高。Indeed, extreme heat continues to affect southern Europe, but also elsewhere in the globe, from Japan to North America, and potential record temperature are expected over the weekend and the coming days. 欧洲太空总署表示，顶礼拜捌观测到地表温度捌达到摄氏60度，小影甲高温的状况未来愈严重。在2022年创纪录的小影已经让欧洲有超过61000人死亡。未来生物的多样性嘛有可能受到高温影响，和物种向北边去生活。专家建议，各国政府的工业政策要用无同的方式对基础设施做投资，来减轻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国际新闻台宋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产经，根据中国官方的最新资料，今年4月甲6月 GDP 有比去年较进步，不过16岁甲24岁少年人的失业率嘛已经破2成，是在5年以来上悬的纪录。再来是朝鲜日报，南韩这几天咧上大雨，青州市地下道规是雨水淹起，哪都有人咧讲，管制中心事前就已经发过3届警告，市政府依然是无交通管制，恐惊牵涉到人为的疏失。再来是英国的《泰晤》报道，英国人大考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英国公费健保每一年拢要加开4000万的英镑，内底体能过动，这寡人专用的病床甲医疗设备。再来是《纽约时报》，最近有卫星翕到瓦格纳集团已经对罗西亚迁去白罗斯，外界咧烦恼，一旦瓦格纳联手白罗斯的军队去拍波兰，就会切断欧洲国家的联络管道。最后是《华盛顿邮报》，20岁西班牙天尼斯选手艾卡拉兹，在今年温布顿的网球赛打败世界第1的乔科维奇，摕到冠军。这嘛表示讲，男子网球开始世代轮替。来看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昭惠，今日下晡来到台湾安排4天的访问行程，下暗就伫咧圆山饭店摆搭来招待。副总统赖清德嘛有去参加宴会个致辞。那安倍昭惠这届来访是希望会当完成伊红晒新冠，拜三会去前总统李登辉的墓园来致意甲悼念。昭恵さん、一言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笑眯眯向媒体点头致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委送安倍昭惠17下晡到松山机场，展开4天的访问台湾行程。伊第1日行程是先甲安倍自由会会長丹登山会面，也甲得到安倍獎學金日本留學生交流。大変に皆様にお心を寄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とを、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てお礼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
欢迎安倍。副总统赖清德亲身出席致辞，这边去高雄保安堂向安倍当上献花，也到台南参访安倍晋三纪念影像展。19日，前总统李登辉梦园对书，甲去总统府拜会蔡总统。出发前，他有表达，就是说过去他陪着安倍先生到全世界四处去拜访。安倍先生离开之后，那夫人第一次出访。那么他想到要独挑大梁，也很担心自己会这个表现不好，影响到台日关系。对，所以他说他会尽力而为。安倍晋三原本计划2022年来台湾祭拜李前总统，却在7月7日不幸予人枪杀死亡。所以伊太太希望替完成遗愿，也是隔30多年来过来台湾。因先生认为讲台湾是上重要，继承这种的。安倍对台湾重视的程度，所以第一个打出伊家己的日本的国门的时候，第一个一直飞来台湾，所以这意涵是非常清楚。陈东山表示，安倍召会会来台湾，也是要延续安倍晋三台湾有代志，员讲是日本有代志的精神，深化代志友好情谊。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按算8月15日举办。咱副总统赖清德以特使身份带团去参加。外交部表示，这届嘛依照惯例过境美国，不过详细也搁爱敲切。总统特别指派赖副总统担任特使，率团前往祝贺，以展现我国对台巴邦谊的重视。总统府记者会宣布，副总统赖清德要率团参加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目前安排8月14到巴拉圭15参加典礼，其他细节也在规划。不过外界各关心，伊这摆是不是过境美国？外交部只表示，照过去的惯例来办理。我们去南美洲或中南美出访，以往都会安排在美国过境。我想我们这次也以这个以往的惯例来办理。赖清德要怎过境美国，交限是不是公开？相关细节要协调。不过，用今年3、4月总统出访中美洲为例，先到美国东岸纽约过境，接受智库颁奖甲演讲，搁靠瓜地马拉等地访问。会定时阵伫美国西岸加州洛杉矶过境，还搁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外界关心赖清德是不是甲美国政要见面？蔡总统4月才访问中美洲，这么才传出年加乐观向中美洲议会提案，撤销台湾的永久观察员地位，和中国取代。台湾外交部呼吁各国机关控股提案，呼吁中美洲议会各国议员发挥道德勇气，坚持该组织致力增进区域统合发展及人民福祉的理念，抗拒中国粗暴干预中美洲事务。台湾伫1999年用永久观察员身份参加中美洲议会，就是为强化台湾甲中美洲各国连结。这项撤销提案按算伫8月由中美洲议会表决，即马中美洲议会成员国只剩瓜地马拉议员承认台湾，目前台湾有13个邦交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到英国昨正式加入跨太平洋东半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这是英国自2020年脱离欧盟以后头一个加入的重要贸易协定。今仔即马世界上界注目的，就是台湾甲中国的离开案，有2条路会当行。第一就是照送件前后，这点中国比咱较早1礼拜送件，恐惊会对咱真不利。上可能的是行第2条路。是分别来设工作小组来审查各国的申请。有学者就指出，这会当参照咱申请 APEC 加 WTO 的经验，互咱甲中国做伙入会，若一切顺利，上紧会当来拼明年。签署协议正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就留伫纽西兰奥克兰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期间，英国得到现有的11个成员国家批准加入。这是英国伫2020年脱欧了后所参加的第一个重要贸易协定，也是 CPTPP 自2018年生效以来第一遍新增加会员。That this was done in a way that maintains the high standards of the agreement, sets an exemplary precedent for future accessions. With the UK now in the fold, this agreement covers more than 500 million people globally. It's worth over 15% of global GDP. 英国的加入也代表 CPTPP 自亚太地区扩展到欧洲。纽西兰是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家。
英国伫咧今年3月底，依照共识国的原则核准加入进程，就已经甲马来西亚一个汶莱以外9个经济体缔结自贸协定。因过加入 CPTPP， 亦个需要英国的国会加政府的审查批准等法律程序。Already, more than 500,000 Britons work for companies from CPTPP member nations, and our membership is going to create many, man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all our people. It will also open access to huge markets that represent the future of trade. 因若中国申请加盟，现有的11个经济体之间看法无相同。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甲越南是支持，日本甲澳洲的态度是保留。澳洲代表接受访问时阵讲，即马为中国入会设立相关的讨论工作小组也阁尚早。日本的经济再生大臣后藤茂之也讲，会员国之间有共识，对有施加压力的行为，无法度遵守法令，以符合标准贸易的国家地区，无法度加入 CPTPP。敢若是暗中伫咧指用贸易手段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的中国。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过去美国的西方第一大城，美国的 San Francisco 受到疫情影响，复兴的脚步有较慢。就算讲即马拄中到 AI 当咧请，当地政府嘛有 AI 产业的检测机制，不过未少的企业也是认为产业要走向多元化，袂使净靠 AI 来换。尤其是市内治安问题，才是要大心解决的。较早车踏踏甜的旧金山商业区，袂少店面即马拢无人行骹到，交通流量搁较少。行我玻璃窗一个看，各种歇业的广告四界拢是。你做这是伫疫情期间，即种景象无输人意外。啊，毋过管制放令已经第2年啊。游客拢无过入来，旧金山的市草即马变真差，经济输互北美袂少大都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针对北美63个大都市的研究结果，甲旧金山伫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活力，列作是上差的死亡等级。那交通的流量，敢若剩疫情进前的3成外，办公大楼营的比例挖近25%，比美国前10大都会平均18.5%加正济。美联社甲 ABC 电视台报道指出，疫情期间上班族留伫郊区的厝内远距离工作，地属郊区的生活机能正发展。部分所在未适合市中心的商业区，例如讲要互人高拢倒转来，必须都要专心思考，因为有部分新创企业是希望借由人力需求较少的 AI 产业，希望伫旧金山开创一片新天地。Well, I think San Francisco needs to get back to its roots as a place that's open and accepting of everyone, that's more affordable, that is open particularly to artists and creatives and people. 相关学界拢认为，应该搁放定土地分区使用规范，互办公区的加楼站开放互艺术甲娱乐，甚至无伫用的办公室空间改造主题。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of course, in San Francisco to reshape, reimagine the downtown. Many of us in the San Francisco area and our 1,300 member companies really believe that San Francisco ha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downtown arts,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district. 不过业者嘛点出一个都市发展的障碍，就是治安问题。加州真侪年前修订宪法第459条第5款条文，明文规定，若是窃盗金额伫950美金，相当是代表29,500块以下，唔免坐监也是罚款处分。结果造成光头白日，抢案甲窃盗都真侪件。中小企业界认为，例如讲要互人电拢规个倒转来，地方政府都爱放弃旧的想法，大幅度增加警力，人民唔才有安全感，才会倒来旧金山。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讲到日本的动画大师宮崎駿，过10年过后，总算阁有新的长片的创作，你想要画出安怎的人生？有人讲是伊人生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专工要写予孙仔看的人生的照镜。这部电影甚至事前拢无任何宣传，嘛无任何海报甲有告。不过，这款操作的手路，颠倒是引起未少的讨论。有未少的戏迷就讲，因为无看过有告片，所以对电影就愈期待。日本82岁动画大师宫崎骏经过10年做出电影，你想要画出什么款的人生？互人认为可能是伊最后的作品，因为进前2013年，宫崎骏伫退烧放弃了后，捌表示家己要退休，袂阁制作动画电影。这出电影顶礼拜5伫日本上演，头一届事先完全无预告，嘛无任何广告宣传，唯一的线索都是一张简单的电影海报，印一只手画的鸟仔。毋过靠宫崎骏甲吉卜力工作室超关人气，国家拢无宣传反向的做法，颠倒互电影一直互人讨论。
前回の作品が最後なのかなと思ってたので、今回発表された時に、今回がまた最後っていうことで、それを見ることが楽しみになったのかなっていう感じです。像伫头一礼拜看电影，民众表示，因为惊先知影剧情，所以像伫上映的头一天去看。也有人認為，因為事先無預告片，電到有較特別的歡喜。そうですね。何も知らないで見るのもドキドキがまた増えるので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全くなかったので、もう本当に全部が体中に染み渡るような感じで映画を体感できました。你想要畫出什麼款的人生？是為1937年吉野源三郎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配樂是由大家俄羅斯亞洲電影配樂大師的久石讓負責的。片尾曲是由出名音樂創作者米津玄師演唱。電影配音有真濟名星來配，包括木村拓哉、蔡奇信等人。目前海外上演的時間也未決定。不過在這進前，國外影迷除了都要耐心等待，都要擱細緻劇情，讓人先講出來。公司新聞張如平編譯。那講到泰國最近有一間冰店，利用泰國真出名的地王廟，用廟的特色來開模啊，做酸仔雞，受到遊客喜意，逐工的人客攏是排甲熱熱長。也那即陣禮拜酸仔雞所賺的，嘛要關乎廟的受眾、團購，佮回鄉的醫療費用。蘇下路啊，聽過雞仔餅題材，看頂頭的花紋，真複雜、真莊嚴、真水。這是泰國嘅食品業者5月開始發行嘅新嘅雞仔餅黎明之花，生意袂歹。ก็รู้สึกว่ามันแปลกตาดีสวย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ก็แตกต่างจากไอติมทั่วไปที่เราเห็น泰國真濟佛寺甲佛塔攏是有名嘅觀光景點，因為國內外遊客攏真愛來參觀。泰國嘅冰品業者就用知名景點地王廟，又佫叫做黎明寺內面嘅佛塔裝上嘅花紋做成雞仔餅，有2種口味，藍色嘅是芒花蝶豆加椰子泥做嘅，另外一種柑仔色嘅是用在地泰國泥地做嘅。遊客來遮攏會買一支甲佛塔做陣翕相。Beautiful. Really stunning. I don't think I've seen like an ice pop that looks like such an intricate pattern before. So I got like a picture with the background. 業者認為泰國有真豐富嘅文化遺產，因過真少人會詳細來體驗觀看，怎麼甲文化嘅細節轉換成這大家攏會人接觸嘅雞仔餅，除了讓遊客食涼，也讓讓更加濟人發現裝上花紋嘅水。也有一寡遊客會摕雞仔餅甲裝上嘅紋路來相比對，找普通時可能無去注意到嘅景色。因為這款雞仔餅嘅收入會用喺咧寺廟嘅修理、佛教嘅教育，也個出家人嘅醫療費用。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感謝你收看今日嘅新聞世界通，我是志堅，咱明仔載同一時間再會。